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总统府伫今下晡举行临时记者会，宣布因为国安情势有新的发展，国安团队有新的人事布局啊。前法务部长邱泰山接任陆委会主委，现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转任国安局长，现任国安局长邱国正去接国防部长，也那国防部长严德发是转入国安会的咨询委员。新一阶段区域跟国际的局势，以及后疫情时代下所牵动的全球政经的变局，那么国安团队即将进行相应的任务及部署的调整。国安团队人事布局大改变，总统府下晡临时举办记者会指出，因应国际情势上新的发展，国安团队的人事甲任务部署有调整。陆委会主委会由前法务部长邱泰山来接任，现任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转任国安局长，现任国安局长邱国正会来接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严德发会转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可以说不用摸索就可以立刻上手。最重要的，这4个人都符合新一个阶段国安团队任务的需求。陈明通伊早是台大教授，是连营内底真有名的中国通。前总统陈水扁的时代，就捌担任陆委会正副主委。伫2018年，佮转来担任陆委会主委到今。若是疫情之下，针对中国配偶今日入境提出烧饼的故事，嘛引起讨论。即马转任国安局长，是伫前局长柯惠友了后第2个非军职出身的。邱泰山嘛捌担任过陆委会副主委，也佮法务部长，后来转任国安会咨询委员。不离个2019年爆出提名以偷走税案件引起争议，请示得到核准，原本传出可能接总统府秘书长，后来是陆委会。严德发已经担任国防部长超过2档，任内发生真侪届演习战机的意外，也佮有在迄当中参谋总长新一名的乌烟直升机的失事事故，传出真侪届想要请示，即马转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伊个未来也是重要的幕僚。若是来接国防部长的邱国正，伫蔡政府时代上台，先后担任参谋总长、替副会主委、国安局长，已经甲所有军职的首长拢做过一摆，正受到蔡英文的倚重。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咱台湾甲 COVAX 主办的武汉肺炎疫苗，上紧伫后礼拜就甲20万剂的 AZ 疫苗送到台湾啊。卫福部今日公布，台新做疫苗对象是医护人员排大生，搁再来是中央甲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按算对3月开始就要来做疫苗啊。挂到桃园病院急诊室的精神催暗，但是中部长心情袂歹，因为除了桃园病院互相受为感染的危机解除，咱高雄 COVAX 锁定头一批固定疫苗也即要来到台湾。不过现场有媒体伫咧问，卫福部对大陆疫苗的态度不明，但是中央马上做出澄清。您对于进口大陆疫苗的态度，我们看来是暧昧不明，所以变成是各家媒体各自解读。暧昧不明应该没有了哈，态度应该是很清楚嘛哈，就是不排斥没打算了哈，就是因为不断的有一些相关疫苗安全的事件哈，在中国不断的发生嘛，好，所以在每一个阶段哈，纵使想要开，也都因为有这些相关的安全的顾虑。但是，中央面向说明，去年8月就甲这个 BNT 原公司经由视讯会议进行疫苗采买讨论，即阵甲 BNT 的合约已经进入最后一步，加拿大合约上期甲提登来，以及新闻稿互相认可。不过，国内专家认为，这个 BNT 公司甲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拢收款予中国的上海复星医药公司，台湾想要西过代理商摕到这个疫苗，恐惊要变数。大中华区是一个形容词嘛，哈，权力并不在我们嘛，哈，那所以我们大概会提醒以后大家将来跟台湾在做往来的时候，哈，那要正视哈，台湾是一个国家了哈，那直接以台湾来做一个交易的对象，或者做一个区别哈，比较不会徒生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困扰。头一批来到台湾的牛津 AZ 疫苗，注射第一顺位是医护人员，大约有33万2千人；第二顺位是中央甲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意思是维持防疫的重要官员，接触个案也是送餐的第一线防疫人员，也有机场协助入境感染者人员，大约14万人。注射地点亲像需要超低温保存的莫德纳疫苗，会安排伫病院；2度到8度会保存的疫苗，会安排在基层的诊所，也是卫生所，有加采有药方式注射。即阵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甲病院测询，指挥中心也开始准备相关的资讯系统。即阵加拿大疫苗到位。记者综合报道。
真正发生群聚感染事件的桃园病院，今日正式恢复营运咯。在其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拢出席桃园病院记者会，去到现场甲桃园病院相挺。桃园医院复原期。复原启动仪式完成，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正式登来防疫阵线。19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拢出席桃园病院记者会来互因支持。再强的病毒都比不过团结的人心。我们不但布置好了防火巷，而且能够把疫情做最好的控制隔离。顶个月12，桃园病院发生群聚感染，至少21个人致病，其中1个人死亡，2个人也搁伫咧加护病房，而且伫咧转移清零计划扩大体检，2132支检体拢是阴性了后，桃园病院的群聚案件总算是告一段落。若是桃园病院当时才会当全面恢复营运，但市长表示由院长来决定。经过这个试炼，然后我们应该会变得更坚强。那未来部桃经过我们中央的一个相关大家合作的一些检查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交由徐院长全权来负责。上半场，那么台湾在防疫的工作上交出了好成绩。下半场，我相信在疫苗的施打，在整个健康的维护上，我们也会交出好成绩。经过1个月，桃园病院真紧就行出群聚感染的风暴，重新登来防疫的第一线。院长齐永年感谢各界支持甲鼓励，嘛表示经过这届危机，桃园病院会徛搁较在，嘛会搁一届来负起国门病院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到台北市旅馆业，去年有推出20万个1000块的旅游补助名额，说是提早半个月用了啊。台北市观光局表示讲，这是过年了后有网络宣传补助政策，才会出现名额抢了的情形。因也强调讲，系统拢有防止做手机制，请民众唔通烦恼。新冠疫情滚假，未当出国民众，今年选择伫国内耍透透，为抢国旅商机。台北市观光局去年底推出1000块旅游补助活动，第二波自由行有5万名补助名额，旅馆业者会伫门口囥广告，提醒民众加价利用。想未到年假了后的上半日，生意汹汹爆量，人坐甲一间房间拢无。我们没想到为什么这几天我们两馆夫怎么忙得要命，怎么奇怪？这几天怎么那么多客人？我们也觉得这几天那么多客人，但过年那段期间是没有那么多客人的，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来的客人。补助原定3月初7停止，不过提早伫10月名额都用了。有网友怀疑17开工这一天有4100多人申请补助，甚至集中伫半暝12点是无合理，怀疑有找人头行销。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市会确实查核，业者确实有不法，就是涉嫌伪造文书。如果有人胆敢这样，他来伪造文书跟相关的刑责，你不可能40间房你撑起来4000个啊，所以用人头也没有用嘛。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一个防呆的机制。根据观光局实际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一天上悬订房量是5300间，17开工订房降到3600间。因为大家伫网络咧宣传，所以10月标出大量订房，前几名拢是有名的饭店。有些旅馆甚至在昨天一口气入住60个、70个，都是临时的订房。那根据这些旅馆的观察，主要原因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包括是寒假延长；第二个，抢加码购最后名额。观光局强调，系统有防备机制，免一房制备，过落实证件加防护管控，配合后台分析，免除弊端。那比查出会比以上发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去年12月初是暂停印尼移工入来到台湾，致使外籍看护加工厂移工拢伫咧欠人，甚至有的公司佫会抢人。也一寡家庭是真需要看护，有人是愿意出钱来买工费。重点是这条钱入了啊，看护会当做偌久，也佫唔知咧。老爸得到早发性失智，10多年来，义秀大学助理教授张怀燕除了甲小爸轮流照顾以外，也请外籍看护工来协助。不过，就算照顾环境袂歹，也是拄到移工逃走。这也互伊发现，除了支付正常费用以外，也有俗称的买工费。而且，甲伊相款情形的这请的人，拄到疫情的关系，去年底限数1年的移工收入买工费更加是愈来愈贵。
目前听起来可能从2万到4万5不等，而且这不是只有疫情的关系，而是疫情可能凸显了这个更多人找不到工人，然后他的这个买工费可以再更水涨船高，然后中介费中介可以更合理的跟你说啊，没办法，就是缺工啊。另外，看护工底薪17000块，工厂工人基本工资拢24000块。伊也发现，根据劳动部资料，最近3年来，将近3000名移工转换次数超过400，凸显未少移工加看护工当做转工的季度，增加同情家庭的负担。你不能牺牲我们这些被照顾者来博得说人权国家的名声。有多少的身心障碍者家庭在暗夜里哭泣？你劳动部你知道吗？因为看护工真欠，休息照顾能力接不起来，头家得到另外收费，大部分只好被动来接收。收取这个不法利益的情形，我们欢迎他这个直接跟劳动部这边来提出检举。那相关资料我们也会进行保密，经查获属实是可以处超收费用的10倍到20倍的罚款。那我们也会对中介进行停业处分。赖以上建议，就业安定基金应该建立雇主回馈的平台，呈现移工真实的工作状况，提供予雇主来参考，同时适度限制移工转换次数，呼吁政府给予人权，让移工有条件转换，更加爱兼顾同情家庭的照护权。记者综合报道。唔那咱台湾欠工和台湾的营建业目前也出现欠工的问题，亲像台积电伫南科的厂房也等得起，南部真侪营建厂商拢找无工人，而且目前政策无要放任移工入境的规划，欠工的问题可能会继续拖落去。今日等你兴建的台人移民之家，不管是帮忙的工人，或者是铁工，当你努力的工作当中，但是所看袂到以后留咧开工的景象，原因就是前几年出现一个问题，真侪因在的厂商拢拄到欠工的问题，当然有关民生的公共工程嘛欠真大，甚至讲影响到员工的机能。工人是最基本的没有工人进度都做不起来所以工人的部分是站在第一线所以现在缺工。对公安的影响来讲，一定是必然性。去年台南的风气是真的，建商甲营造商是积极买地起厝，再加上台积电南科3纳米起厂，嘛需要大量的工人，并提供将近加2成的价钱来请工人。工人是大家拢去遐，产生排挤的效应，小企业嘛只会使继续动落去。2年前的工资，模板工1天2000了，现在已经涨到2800至3000了，一定是往价高、工资较高的地方去工作变成说，我们像我们小工程的，我们就变成是要等一些他们有空才来做我们的工程。为了解决因造业欠工的问题，劳动部去年3月是大幅放宽政府公共工程聘请移工的门槛，调降到1亿。不过，两者方是强调，一般的公共工程门槛嘛相共真悬，欠工人的问题相共严峻。目前，敢若会使甲协力厂商保持良好的关系，盼望会当叫到工。欠工的问题恐惊会阁持续一段时间。记者郑云淡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早起有一台载满废弃物民间的奔扫车，伫高速公路顶头却是熊熊请烟出来。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也赶紧去拍火，好佳在是无发生生命危险。也要提醒民众讲，奔扫车会甲奔扫起好边，若准有火星的爆炸物件是千万唔通拼进入去，若准拼入去，恐惊引起灾厄发生。听伫国道路边的那些车一直咧请烟，新北市消防局新店分队人员看到奔扫车后车道内底继续有烟走出来，赶紧把车体拆开来拍火。车体的侧边跟上方有做切割开口并且灌溉我们的那个泡沫水溶液。消防队早起11点左右接到国道3号路南21.1公里的所在发生汽车火警，赶紧派人来抢救，火伫咧17分钟内就拍花。这台奔扫车是民营公司所有，业者强调讲，因所在物件拢是合法的。东西是我们东西，我们可以载的东西。导火原因也阁爱调查，毋过密封式的压缩奔扫车，若是真正导火，有受过训练的清洁队员，拢有一套标准的处理程序，而且车顶嘛有灭火器。踩车时阵，若是发现有烟走出来，就要随处理。基本上，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会到比较空旷，然后安全上没有疑虑的地方，把这个垃圾倾泻出来，再使用灭火器扑灭火源。毋若导火，奔扫车更较惊爆炸。3年前，宜兰所有的奔扫车，若像因为有起爆的物件，车道断开来伤着人。
去年中华本所车嘛，因为修复来造成起搏。因为我们的压缩车它在运转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会有很强力的挤压，那在这个密闭空间里面，它很容易产生火花，那就会引起燃烧跟爆炸。新北市环保局呼吁，开烧起来甲爆炸物件要带时阵爱特别谨慎，像讲高压的喷雾管，爱甲内底物件排出来交互回收。行动电源嘛袂当单入去本所车，过期牛奶粉、米粉等等的粉，淋水了等落喷。金纸修复要达进前嘛，应该淋水，才袂发生灾害，造成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位民众，伊3年前去到德东生态公园参加运动，去便所的时阵，却去互148公斤重的叉门夹着手，倒手的中再夹一个断去啊！后来民众申请国家赔偿，新竹地方法院一审认定讲，新竹县卫生环保局就要负责任，爱赔这个民众75万。因为它是在末梢神经的地方，所以现在都是又酸又麻的状况，晚上的时候都会被痛到吓死。讲到真生气，阁真无奈，罗先生中早断一节已经无到接断去啊，只好去做手术，甲去甲底。到即阵，医院定定感觉真无爽快。想到司法的经过，伊讲3年外前到新竹德东生态公园参加路跑，去便所时阵148公斤重的叉门，门铃上我门边，关门的时阵动力加速度，砖头啊就安尼夹断，有时伊申请国家赔偿。他现在把它设计到门边，手一拉，而且那门相当的重，他受那重力加速度下来，手指就不小心夹断喷飞掉。法官认定新竹县环保局设置甲管理上有缺失，因为公共便所的门铃甲门边确实无维持安全的距离，现场也无相关的警示来提醒民众，更加无设抽屉甲门洞这安全做法。所以考虑罗先生的工作损失、精神维护金、医疗这费用，判赔75万8千多块。工作的一个损失这个部分哈，我们也会就我们评估的一个结果来请示我们的长官哈，来衡量一下我们有没有上诉的必要。环保局尊重法院的判决，不过无排除会上诉，也强调公共便所对2013年设置以来，从来不发生相关的状况。而对这摆意外，表示会设立坚固标语，并且加强防护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间私立的延明国中，去互投诉讲学生囡仔到单还有头毛禁令，甚至是查囡仔学生因内衫是虾米款的色水也要管，甚至若准是考歹的囡仔会去互处罚。虽然学校有出面来驳回，不过教育部也表示讲，学校要求学生的服装规定是袂当违背教育部学生服装仪容规定原则。云林县私立延明国中去年修订上新版的服装仪容规定，可能质疑是违反教育部的学生服装仪容规定原则。人本教育基金会也接到检举，除了有不当体罚，学校还佫直接带剃头毛的人入去学校，不合格就当场夹头毛。短一点，然后不可以有刘海。会将理发师邀到学校里面，只要检查不合格的学生，就立即剪头发。在学校里面的执行，其实是用惩处的方式在执行，甚至有体罚的状况。学校网络服装仪容规定，查甫囝头毛两边甲后边的头毛爱凸起里免拍zan厝，或者是擦擦头毛型。女学生免超过白白，两边收伫个耳后边，长头毛爱拔起来。校青衫内底爱配合素色的内衫，种种限制比执行管教无合理。完全没有因为服装仪容规范去处罚过任何一个学生。学校表示，相关规范是经过福基委员会修订了后，当期公开伫网络上的福基规定，因发现遵照校规有奖励无处罚。不过教育部国教署指出，相关校规可能比教育部的规范更加松。辅以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机制，可是你定那规范不能一夜部里面，你可以更宽松，那不能更紧缩。有家长认为，高中生服装仪容确实需要适度约束，不过无需要连内衫的色水拢爱管。规范到内衣的颜色跟那个样式，这也是有点没必要。国教署要求云林县教育处进一步了解，确实违反教育部去年修订的相关规范，应该辅导学校赶紧修订，避免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不当体罚的代志，会看个案情形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讲到暴风雪继续吞达美国的中部甲南部，目前上无有38个人死亡，因为重灾区德州到达上无有30万户停电，1300多人是无水通好用。当当民众伫咧遥机熄灯有路无厝的时阵，共和党德州参议员克鲁兹却无顾家己的选区百姓，家己逃走去到墨西哥度假，引起众人嘅批评。德州南部的圣安东尼奥市的公寓火灾，附近消防栓的水却全部结冰，消防车要驶到足远的所在接水来抢救。顶礼拜拜六礼拜，破纪录的冬季风暴甲低温，伫德州造成灾难性的大停电，1300万人面对停水。休斯顿的市长警告，要啉的水必须要先煮过，再个啉的命令，可能会继续到后礼拜一。民众唔惊低温排队领水，加有威斯顿市的临时避难中心有电供烧起。毋过也是无水通用，不离个也是有真侪人民来要求斗3工。Without lights for 3 days, water for 3 days. I hadn't ate in 2.5 days, and I was sick when I made it here. 德州州长艾伯特因为长时间断水断电，气象批评讲领导不力。18表示，州内底所有发电厂的输配电已经开好，毋过电线等等的设备受到损害，地区也有10万户无电通用。嘛批评负责德州大部分电力的机构 ERCOT。We have already begun the process to make sure that events like this never again happen in Texas, and that starts with reforming the agency in charge of electric reliability in Texas, which is ERCOT. 毋过被州长面对佫较侪批评的是德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伊伫正百万的德州人无水无电，尤其熄灯的时阵，带规家伙飞去墨西哥的度假胜地坎昆来享受。发表消息了后，赶紧回国，敢若提供这是一个做爸爸无法度拒绝早囝要求。All of us who are parent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our kids, take care of our family. That's something Texans have been doing across the state. But I also have a responsibility. My job is to stay here until this situation is resolved. So I'm going to let the senator speak for the senator.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伫南部甲中部军界风暴系统预计18地到东北地区会带来大量的冰雪，可能会致使更较侪断电的状况。另外，中东地区嘛拄着寒流，圣城耶路撒冷、甲约旦河西岸社区拉马拉嘛拢真海记的落大雪。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全世界武汉肺炎疫苗分配是足无平均的，联合国表示讲，目前还有130多个国家到今拢无分到疫苗。另外，特别举行 G7 个峰会啊，有风声讲美国的援助资金40亿给 COVAX。另外，法国总统也呼吁世界各国要爱把库存的疫苗让予开发当中的国家。全球疫苗分配无平均，福建散车差真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指出，目前有超过130个无分到任何疫苗，不过全球有75派疫苗将压伫10个富裕国家的手头。Vaccine equity will be on the agenda at both the G7 leaders meeting and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omorrow. 19要开始的 G7 高峰会，美国总统拜登会以视讯方式参加。根据白宫的讲法，拜登将目标放伫疫情、甲疫苗生产、甲分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会宣布要有40亿美金，相当1133亿新台币，和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进前接受媒体专访，也呼吁好些西方国家转让3趴到5趴疫苗库存，和开发中国家协助对抗疫情。南美洲的秘鲁第7次摕到30万剂来自中国医药集团研发的疫苗，不过却被逼空，有高官滥用特权抢先做疫苗，引起民间不满。经过调查了后，当局初步掌握一份清单，有487人，其中有前总统翁某甲其他高官甲家属，警消台也收到外交部甲卫生部长2人请示落台。de las cuales 1.200 fueron a la embajada china y de los otros 2.000 es que estamos viendo dónde están, a quién se vacunó. 到目前为止，伫中东以色列已经超过4成民众完成做疫苗。最近一项针对医疗人员的大规模研究指出，做单剂的辉瑞疫苗对防治病毒的有效率有85%。Compared with unvaccinated, vaccine was effective in 85%. In preventing clinical COVID or symptomatic COVID.
目前做辉瑞疫苗国家也改变策略，由长做第二期的时间改扩大做第一期，来降低整体感染率。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缅甸的军政府发动政变了后，近日引起民众罢工。伫咧车口有一位20岁的查某民众，去互军政府开枪断了头。经过抢救，19也是宣布讲救无回来。另外，军政府也要伸手全力去到演艺界路，主要原因是因认为讲演员甲导演拢伫咧煽动民众参加抗议。大声喊口号，替自由战线行行，逃离恐怖主义独裁飘逸。伫缅甸军政府2月初拘禁缅甸实际领袖翁山苏姬甲国会议员顶任了后，缅甸真侪城市，包括仰光、下城等等，拢有公务员、教师、工人等等真千人加入去游行示威，要求军方甲翁山苏姬放出来，也有民众要求释放家己的囡仔。啊，放下啦，上海呢也放下嘛嘞，拄拄啊。山那边的路呢大嘞，模糊，拄拄人不来跑我们公路可怜啊，叫做街边呢呢啦，啊啦有热点的标温比较攀暖吧。伫军方继续用战车、水炮车甲兵仔来镇压示威队伍的时阵，所传出伫首都奈比多示威的20岁女性对开，去军方开枪大着头了后，送病院抢救10天了后，伫19传出不幸过身的消息，嘛才做这届示威活动当中的第一个牺牲者。而且缅甸军方阁宣布要通缉掠缅甸真有名野后班菲杜，还有伊的导演阿塞纳奇等等总共6个演员、导演甲歌手，因为讲应用知名度来煽动民众加入去抗议。但是缅甸军政府的行为嘛引起英国甲加拿大制裁发动政变的军方将领。And on top of the 16 individuals already subject to targeted sanctions by the UK, we've added 3 further names today, 2 individuals from the defence and interior ministries responsible for attacks on protesters and for the coup itself. 根据了解，制裁内容包括冻结资产，还有实施旅游限制，避免外来人道援助间接去互军方接收。除了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澳洲甲印度外交部长19举办视讯会议的时阵，嘛强烈表示反对以武力改变宪法，要求缅甸赶紧恢复民主。公司新闻电视动编译。水边流出大片的土石，铺排甲码头差几站楼悬。虽然也是未少人来坐船啊，不过感觉甲以前的美景是差真多。是在想说是雨水最近比较少，所以才渐渐。几年前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很漂亮。接上船的引导变甲真徛，家长只好带囡仔慢慢行。南投一月潭因为欠水严重，4个主要码头拢正做安尼情形。虽然观光船也是停靠，不过水位实在是太过低，也是有扩缓的可能。还没有碰过说完全封闭的状态了。每个符合它的一个地形的状况，并不一定一致。好，那我们会每天会观察。机关处表示，19早起7点水位741.4公尺，有效跳水率只剩58.72%，甲满水位的落差有7公尺。台电台关电厂表示，水情继续紧张，因为配合水资源调度，水位都创下新低。中区水资源局调度需要的水量，就由灌场水利来供给。抽蓄水利，因为我们还是往回抽嘛，目前是不会影响抽蓄发电。台电台关厂表示，目前1月潭的放水量比入水量较大，互抽水的压力愈来愈大。虽然抽水水力也是用维持发电，不过灌上水力都要接受调度。在台中的德基水库因为水情紧张，水位高创历史新低。这个月初3已经开始停止水力发电。供应民生及产业用水，因此各地的水库的水位都会缓步下降。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德基水库的水位19早起7点已经降到1344.91公尺，已经比发电上计水位1350公尺较低，是建厂以来第一摆因为水情停止发电。虽然未影响民生用水甲用电调度，不过什么时阵等好也是要看落雨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唔拿吹冷风，又佮甲一寡污染物吹来到台湾。今仔日伫咧南部的观测站有一寡出现柑仔色的提车灯号。另外，也要提醒民众讲，对明仔载开始，西部的空气品质特别变歹咯。环保署也预测讲，后礼拜的拜2、拜3是上较严重的时阵。
今日大陆冷气团路南，随望带来境外污染物，毋过量无真济，佮加上扩散条件较好，所以19的空气品质敢若南部较歹。部分测站是19感觉式的提醒，今仔日的方向转做东风的形态。环保署预报，2早开始，西北部的空气品质会变歹，可能会一直继续到25。其中23、24，也就是后礼拜2甲拜3，空气品质会上歹。强度会甲2月初迄波同款，迄当中有3个测站是19红色的警示。不排除有这个机会。后面几天其实风速目前看起来是很微弱。为着影响空气品质特别要变歹，环保署伫咧下晡调开南部县市的应变会议，除了继续要求台电、中更等等的国营企业、甲大型公民营的电厂减排降载，另外嘛要求16个县市的环保局加强稽查气电共生厂等等的大型污染源，会去要求他去所谓的增加加药量。哈，因为我们在乎的是所谓的那个排放量的降低。全台湾有33间气电共生厂，虽望无像火力发电厂同款会直接排放 PM2.5，毋过排放的却是 PM2.5的净区物、硫氧化物甲氮氧化物。若是稽查气电共生厂对减污会当有偌济贡献？环保署表示，一时之间是无法度评估，毋过面对气象条件无法度改变，要降低空气污染的冲击，敢若会当拄减少本土的污染排放来做，会当做偌济就算偌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劳动局今日公布2020年违反劳基法的裁罚结果，要到1400间的事业单位去互处罚，其中南山人寿互罚上介济钱，罚794万；第2名是远东航空，去互罚462万。公布2020年违反劳基法裁罚金额前12名的单位，台北市劳动局第19指出，去年一年总共有1393间事业单位被裁罚。年度的总罚金1亿900多万，其中南山人寿罚上多794万。他在去年总共罚款了794万。这当中有2家，包括南山人寿跟家乐福呢，长期间没有达成所谓的延长工时以及女性夜间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所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裁罚金额就不断的上升。劳动局长陈信如希望这2间事业单位积极并且有诚意的甲工会协商，以免一再触犯。另外，前12名内面，客运业就占一半。陈信如呼吁资方应该把劳工看作是珍贵的资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性的去要求他们，第一个补足人力，第二个将这些多余或者是不够，应该其实要请他们要去盘算这样的成本啊，哈，不要再多加一些更多的这个路线啊，哈。劳动局指出，自统计来看，有有真侪事业单位无依法互劳工应该有的加班费加假期。有真侪事业单位对法定的规定无视，或者是误解法规的内容，造成违法。所以希望企业无应该把劳工只干那当作单纯的人力成本。记者综合报道。2028年假就特别来啊！铁路局打算讲，要用过年期间的防疫措施，限制每一班的对号列车，敢若会当卖120张的客票。不过，这个政策伫过年期间施行，效果唔是讲真好，因为真侪民众买无客票，却用电子票证入去车站内面坐车，颠倒造成防疫空白。每一班对号的列车，敢若要卖120张客票。28个小假期代替暗算沿用新正过年期间的做法，避免伤侪人客伫车顶，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不过安尼做敢有效果？因为真侪人会用电子票证入站违规上车。根据代替上新的统计，2月初8到16期间，伫普悠玛甲塔罗高列车的部分，违规用电子票证上车的报票金额超过70万，罚金30几万，总共查到5523件违规。念咪就是28年假，台铁局是讲会想办法改善人流的问题。那台铁局的做法就是会请列车长加强巡视车厢，来分散旅客到其他的车厢，并没有过度群聚的现象。这届年假台铁估计2月26、27甲3月初1人上济，按算加开车班甲加挂车厢来应付。台铁局都会还是准备有预备的编组，依照现场的实际需求来去做应变。如果有加开的需求或者是加挂的需求，会是现场的状况来去做调整。台铁表示，上重要的是民众一定要遵守指挥中心的规定，
配合磅体温、挂喙暗，代替嘛会加强宣导，希望民众着爱配合。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教育部逐年拢会举办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今年头一届增加终身奉献奖。今年的得奖人就是推动本土语言传承的学者赵宏富。用歌声唱出台湾本土语言的水气。教育部举办的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今年有8位个人以及2组团体受奖。尤其今年头摆颁发终身奉献奖，受奖人赵宏富教授推动这种本土语言的传承。伊表示，语言的学习就要把握重要的关键时期。即马大部分的人就是讲，伊这个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互伊流失掉了，无去掌握这个关键时期。关键的时阵是3岁、4岁、5岁左右，那有咧使用这个语言，伊后摆世人拢袂忘记。各种语言嘛有无同的腔口，来自云林西丽龙岗的历史老师李秉忠讲的，就是客话中较少人使用的照安腔。日本时代10年前算过，差不多过50年吼，因照安卡是不满去啦。不过到尾照安见都见，因照安卡还佫出，鸟子讲还佫出，三国规状跳拢讲卡书，迄算做顶外跳无讲，顶规状跳拢讲卡书，佫嘛佫切落。文体见的句。武校无讲，你学识恁；你武校无讲吼，佫要失了较紧。台湾阿美族语言应属发展学会理事长朱清义嘛整理伊30-40年来研究，出版阿美族语的语法册本，跳脱过去语言教材拢是以英语本位为主的思考，用家己的族语观点来出发。我写了一本乌拉勒古诺索尔诺邦扎新观念阿美语语法，当作是我生命的礼物借着这个礼物呢，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族人，希望我们的语言能够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我爱台湾，我讲母语。教育部伫2月2日世界母语日进前举办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希望落实语言平权，嘛5万个人做伙讲母语，和台湾这片土地丰富的本土语言会当代代相传。记者杨淑晴、曾佩文台北报道。伫咧新竹的南寮渔港，一年有超过2万只渔船出入。不过时间一个久，沙的沉底港口就积沙，渔民若准备出海，就要配合着大海的这个大流。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今仔开始也要进行清沙工程，改善渔民的作业环境。几排渔船停伫港口内底，无法出海掠鱼。新竹南寮渔港渔船出入水道，因为地形甲天候因素。当年堆积大量的沙土，或者渔民收入常常受到影响。船没办法进出啊？为什么？涨潮和那个退潮的时候差很大啊。那现在退潮，航道都没有啦。时常进出，在涨退潮的涨潮或时间算不准的话，常常会搁浅在这个航道里面，就没办法进来了。所以影响到渔民这些作业的一个时间。过去新竹渔港差不多2年就要疏浚1摆，渔船才通顺利出海掠鱼。今年的疏浚方式特别采用暗杠抽取，希望工程会使提早完成。今年采用新的一个做法，就是利用北边我们渔港的疏浚，利用埋设将近2公里的暗管的一个方式，抽取了这样的一个淤沙，来补南边海堤的一个流失哦。这摆工程总经费是对渔业署补助2500万，按算今年11月完工了后，渔民出入航道会更加安全，嘛较免受到考劳的制限。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家己东少的5股湿地，寒天时会有真侪渡鸟来到台湾过冬。不过顶日有民众发现讲有人伫遐掠鱼啊，环保团体也认为讲安尼做会影响到湿地生态。相关单位也讲，若准受到报案，就会随来进行调查。嘉义县东石的5股湿地是台湾西南沿海正重要的南仔地，嘛是真侪爱去鸟仔的人会去翕相的场所。
也毋过最近煞互人发现有人伫内底钓鱼掠鱼仔，嘛引起环保人士甲动物保护团体的注意。鳌骨湿地伊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规定就是不能在里面抓里面的生物，包括钓鱼都不行。就是他们不知道规矩嘛，因为外劳来这边，他们出寡人，你知道吗？有时候自己钓一些自己打牙祭的，应该都会有啦。嘉义林管处伫2012年，独捌邀请相关单位针对五股湿地保育措施作出结论，无经过同意伫园区内底钓鱼掠鱼仔，拢是犯法行为，嘛呼吁民众毋通以身试法。收到案件之后呢，我们会汇整一些相关的讯息。那倘若涉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的相关规定，那我们也会依法去进行处置。环保团体表示，园区内底有人定时巡逻，边仔嘛有禁止的告示牌，毋过嘛是不时有偷钓偷掠鱼的代志。五股湿地是渡鸟来台湾的重要栖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这个问题，避免更较严重的生态破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南投的三林溪，最近直接看到垃圾出来活动的情形，这也表示讲生态保育正成功。南投卫生中心表示讲，虽然欢喜看到垃圾的族群渐渐变宽，不过去互狗仔家人类伤害情形也是定定伫咧发生。伫咧草坡出现一只垃圾，伊一时偷偷向顶悬来爬，一时佫想要向土里找食食。随望拄土堆连落来，莫有加古水，也是互民众笑甲。这个月17，伫咧南投三林溪，有生态志工看到垃圾出来找食食的状况，嘛显示出台湾的保育已经渐渐有成果。在当导览解说的时候，往往都看到他那个穿山甲他们所爬过的那个痕迹啊，真正看过了，这是第2次。但科学指出，像讲三林溪顶顶的浅山地区，适合垃圾来测试，甚至伫咧南投的暨南大学的学校内底，嘛有垃圾出来挖坑找食食，会当看到的机会是愈来愈侪。卫生中心表示，2月份至3月份是狗遐群数量相对较少的时间点，垃圾出来找食食的机会嘛会较悬。若是根据南投卫生中心的统计，最近4年的垃圾的救伤数愈来愈悬，2019是要到56件，去年嘛有43件，而且其中去流浪狗咬着伤的比例嘛袂少。它尾巴可能会露出来，它如果全只比较多只的话，可能会一直攻击，甚至把它从尾巴开始，然后它的四肢的影响都有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个伤害。詹宏德表示，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垃圾是日级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经过真侪年的保育，今嘛成果是愈来愈好，大部分拢是健康的个体。毋过浅山地区的开发，也有流浪狗的问题，也是会对族群造成影响甲伤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位少年艺术家，伊真够用彩色鉛笔来画图，画出来图样就亲像相片共款，咱做伙来看。艺术家陈宏修真专注，伊当咧用彩色鉛笔一笔一笔，甲无共的色水贴起来，互规张图看起来真有层次。你可以画很简单的那些插画类的一些小的一些作品，它也可以就画得很精细，就像那个拍的照片一样。用彩色鉛笔画图，总是互人一款温暖轻柔的感受。陈宏修特别喜意掠树林、动物、大自然做题材，伊有路的画法亲像相片，连光线和影的细节，伊拢是真斟酌。我真的是很喜欢云林这样子的生活的那个模式，未来也可能会打算以这边，你看他画那些欧洲的旧有的那些建筑物啊，跟它的那个田野的风光来做创作的那个题材。色铅笔可以画到这样子的惟妙惟肖，非常的出脱超俗，然后非常的有灵性，所以立马我们就拜托宏修老师来平原社大开课。陈宏修是桃园人，一毕业就去到云林的工作室食头路，打云林的平原社区大学，要邀请伊来开课，期待乡亲学到彩色鉛笔的画法，用来记录家乡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潮州有一个咖啡店的头家，伊本底是一位工程师，却因为真爱啉咖啡，就开始研究咖啡，也开一间店面。伊伫咧2020年也摕到 TISCA 烘豆仔的比赛冠军。
这是屏东潮州的巷仔内，看起来无啥物特别，但是藏有一个做咖啡的高人陈如良，伊伫去年摕到 TISCA 台湾国际咖啡交流协会烘咖啡豆仔的冠军。这个比赛互看做是入去世界比赛的头一关。参与赛事，我认为是一种就是让自己进步的方式，所以我有尝试着去参加像 TISCA 这样子的比赛，然后从中也学习到很多。原本是工程师的伊，对爱啉咖啡，到和牵手做伙开咖啡厅。伊负责冲咖啡，太太负责做芳。在这种配合之下，两个人共心拼出一条咖啡的路。我们是在去年3月搬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原本是网络形态的一个模式，把工作室做了一个简单的布置，对，然后有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太太喜欢做bagel 面包，那我们也他对这方面也很有热情，所以我希望能够继续支持他在这方面的发展。对，那咖啡是自己喜欢。想要展现和其他咖啡厅的无同，就要有家己的特色。因做的咖啡阁有香，呈现出一种平衡。陈如良讲，因希望来这的人会当感受到轻松的气氛。我们想呈现的方向是平衡感，对，然后一种干净的呈现，所以喝起来会是一种清爽，然后希望是一个愉悦舒服的口感。对啉咖啡到变咖啡师，陈如良拍拼冲出上好的味。这几年，屏东县政府嘛咧推广咖啡产业，巷仔内小店也无输予都市的大型咖啡厅。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明仔载天气。明仔载因为受到辐射冷气的一个影响呢，明仔载各地头早暗温度会差真济，而且拢会较凉冷，而且民众爱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0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2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2度到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9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